为建立第一线的防疫人员的防疫力，中央疾病管制署伫个27号拨予台南市13000剂 AZ 疫苗，其中1000剂用伫个第一线的警消人员，其中永康分局伫个28到30号分配到永康区公所来施打，总共完成120位。互第一线执勤的同仁会用个更加安全来投入治安甲防疫的工作。今天是配合分局这边的规划，然后来施打那个 COVID-19 的疫苗。那因为分配的数量有限，那同时分局的部分也是兼顾说同仁自己的施打意愿，所以他一开始在分配前，他已经有做一个调查，那是以民主的方式来决定，就是让同事来表达他愿意施打的意愿。然后因为最后分配的那个数量没有达到说登记的人数，那最后就是以登记人数的比例下去换算出各所今天可以来施打的人数。那因为现在疫情严峻，所以说我们当外勤主管的部分，其实也是鼓励同仁应该是要施打疫苗，这样在外面执勤的话，不管是各项防疫工作，其实都可以达到一个主角的一个效果，至少说可以尽可能的避免有染疫的风险。是很感谢市长帮我们争取这个疫苗，在第一时间能提供给我们警消同仁一个保障啊。因为这不止保护我们员警跟消防同仁的安全，还有那个民众跟我们家人的安全。那也提升我们在执行上的信心。根据卫生局的统计，这间疫苗施打的对象是第一类的医术人员甲参与防疫的警消人员。第一天28号总共施打5740剂，29号5366剂，30号1894剂，3天总共完成13000剂，已经全部注射完毕。台南新闻林根刘品言采访报道。